那什么样的人会去 KTV？ 阿公阿妈，对啊，所以这些人去 KTV 以后，当然排行榜就他们听的歌的排行榜啊，对啊，所以他们说他们就说啊，这个要做这个比较 MIDI 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在恶性循环。大家好，欢迎收听一起聊斜杠，目前是第2集咯。上一集我们邀请到林从英老师，并且分享他对于台语音乐的爱，以及他的一些生平的故事。那目前第2集呢，我们就要首先马上切入这个粉丝提问的部分。好，我们这个刘先生想要跟老师分享说，这个老师是如何写情歌的呢？好，问说这个素材是怎么样寻找到这些素材？那他相当喜欢老师的作品，像是无关，好，黄飞的无关，然后还有一段感情了后，也是那个曹雅文得奖的歌曲哦。好，那这些歌曲呢，其实跟一般的情歌不太一样，它不是只是靠情绪或者是一些通俗的字眼啊，或者是事情去描述。他观察到说，老师的创作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在。那他就有疑问咯，老师是真的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还是说是看身边的朋友，看书看剧之类的？好，那想请问一下我们老师怎么样子去写情歌的，尤其是这个闽南语的情歌。 Hello， 那个通常我写一首情歌呢，我首先会先有几个准备工作就是说我可能会一开始先像刚好这2首歌呢，刚好都是先从词开始的所以好像是词曲我印象中词曲好像都是我写的。那在我自己词曲一起写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会先给他定义一个人事物。对，是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好，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的环境是什么？他的这个遭遇是什么？我会先我如果今天我真的想要把它写得更深入一点，我会甚至用笔去把像一般那种写剧本一样，我会先描述一下，用纸笔把它写，可能用我会去找一个故事给他，然后去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我会开始去，因为通常我们一首歌会有一个主歌跟副歌嘛。那当然中间也有一些 bridge 啊什么那个，但是基本上有一个主跟副。那主呢，通常我的习惯是会先描述这个剧情它是怎么样，就是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前面有个前因后果嘛。我会先把这个前面的因先把它用就是我之前简单描述出来这个剧情里面去把它写成这个文字，就是给歌词这样子。那这歌词呢，我通常会已经把旋律都已经写进去了，就等于是我在写词的时候，我同时我的旋律就会在里面，带有一个韵律感在。对，那因为国语跟台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说，台语它有导音的问题，所以它其实说真的，它其实词曲如果要写词的人，其实比国语还更难写。因为它必须要顾虑到很多的细节，是声调的问题。对，但是像我如果词曲一起出来，就很少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在写的时候，我旋律就在里面了，有问题我就自己会避掉。对，好，所以这个其实是词曲一起写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优势啦。对，如果今天是已经有曲去写词，其实对词作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比写国语词的词作者，就词还难，更难。对，所以写台语词的词作者其实很厉害的，这样他也考虑到很多的方方面面这样子。对，所以所写情歌他特别讲究故事。所以通常我都一定会给他一个故事情节，再去把它完整化，这样子。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个可能听众朋友比较陌生的字眼，叫做导音。它其实专业来讲是颠倒音。那讲到导音，老师要怎么样子去跟这个听众朋友去说明所谓的导音为何呢？导音为何，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就举个例子因为我讲的太学术，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不懂。就比如说，我们讲说，我爱你，是我爱是高的嘛，比较高的，力是往下的。那是我们的旋律，如果是
我爱你，那就还可以。我爱你，那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是把它反着来，比如说刚是我爱你嘛，如果是我爱你，这样子就很怪哦，就会听起来不太和谐。对，就是你必须要顺着他讲话的，简单来讲就是说，他讲话是什么样的一个语调，你要顺着他的语调去走。哦，那当然这不是绝对哦，因为如果今天你都这样写的话，那也会变得很土。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要有点经验这样子，是要，但是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子。哦，对，我刚刚还想到一个比方说几拜个几拜，几拜一个几拜，如果变成几拜个几拜，就变成脏话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要考虑到说，它会不会有一些文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这个换声韵就意思不一样，对，意思会不一样，这样这都是要顾虑到，所以其实它特别难。但是国语就没有这个问题，你怎么写，反正它听起来都是还蛮顺的这样子。因为国语声调其实4声加一个轻声，但是台语七声八调，哇，七声八调嘛，所以它顾虑的面又更多，所以很考验词作者的功力。这样子。没错。好，那包括说跟老师合作这段期间，好，就发现说老师其实是特重视词的部分。好，尤其很多好像老师的习惯是比较多词先有，然后再做谱曲，与其他作者合作的模式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居多呢？都有。那我自己比较习惯是先有词再有曲。是。那因为词它可以帮助我出现画面，有一个画面或者一个剧情，是。那它可以辅助到我旋律的一个产生，这样子。是。所以我觉得我的习惯是这样子。那如果是我先有曲的话，我变成是我不知道，我的画面我的想象力就要非常的，就是通常快歌可能可以这样子，但是情歌的话，我比较难去用这样的方式去写出我认为满意的歌。这样子。等于是要先设定，一样是回归到老师刚刚讲的，设定一个人事物的概念。那如果有人设定好了，那当然取出来的速度就快了哈。那再来另外一个有小鹿这位网友所提问的，他问的问题很大哦。他说怎么样看待台语歌的转型以及市场的缩减？因为我们都知道闽南语可能有这个年龄层断层的问题。好，那再来就是闽南语的市场呢，可能目前在 KTV 啊那些方面其实都有萎缩。老师要怎么样看待这个产业的现况？现在目前这个产业发生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台语公司，我说现在还就是一直有在陆续发专辑这些公司，他们都是仰赖这些就是伴唱业者是的一些养分供给，他们才能生存。是，讲直接一点是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他必须要去符合这些伴唱公司他们所谓的排行榜，大家会挑唱的这些歌，来去做一些他制作专辑的内容的参考。那这个就会变成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年轻人会去 KTV 吗？现在比较少了嘛，因为现在的能够娱乐的这个渠道很多嘛。那什么样的人会去 KTV？阿公阿嬷，对所以这些人去 KTV 以后，当然排行榜就他们听的歌的排行榜啊，对所以他们说他们就说这个要做这个比较 MIDI 的东西。MIDI 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传统歌。传统歌就是他们好学好唱，因为他们这些阿公阿嬷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内容了，这样的风格了。那这个就是在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他们最后就算是照着排行榜做，也没有半首歌会出来？因为旋律听来听去都是一样，因为它那个调调差不多就是这样，包括写的文字也差不多，写的内容也差不多是这样子。对，那要转型呢，当然就是要革命嘛。所以现在其实有蛮多不错的独立音乐公司，其实雨后春笋的出来这样子。但是就是因为毕竟就是说他没办法去体现说，因为你 KTV 还有一个排行榜可以体现嘛，但是你怎么去体现这些歌它是受欢迎的呢？对，现在不像以前嘛，以前都有一个数据嘛，现在没有，
所以就变成说它是一条漫长的路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以过往这样子看下来，我觉得音乐这条路是一定会越来越就是人一定是越来越追求越新的东西嘛。所以它势必未来会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些传统的歌，一定最后都会被淘汰的。对，那只是在什么样的契机点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就变成说我们还是要去做这些开创性的事情。然后就是去等一个爆点，时机点的爆发，一个时机点的一个爆发这样子。对，好，那制作人的工作呢，其实大家就觉得很迷样，因为大家知道说词曲嘛，就好像就把它写下来。好，那制作人，他的流程是什么呢？好，从这个跟唱片公司开会的那个提案，到最后那个发行，制作人他的那个参与，好，要统筹的事情，那个过程是什么？制作人本身他就是工头，就是等于说他就是其实就是把每个环节去整合起来，然后就是危机处理做沟通这样子，然后把它处理成一个就是委托者他满意的东西。这就是制作人的工作。是，所谓委托者可能像唱片公司，唱片公司老板或者是就出钱的人啊对，他想要什么东西，必须你制作人必须要能够去懂，然后等于他有点像是一个 bridge，就是这个音乐的整个流程的每个环节的 bridge 这样子。他要做好串联是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说把他拿到这个音乐去塑造成一个他该有的样子。但是他该有的样子这件事情它其实很抽象的。对，所以它包含了自己的经验，还有自己的主观的那种意识，主观的一些他自己的想要。但是他要同时配合唱片公司他们的方针能够接受的结果。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他的责任，他的压力在于这个地方。对，因为他不用做啊，对，他就是全部都做整合嘛。对，但是他的压力来自于最后形成的结果能不能大家都满意，符合都满意的情况，这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舒服。只要有一方不舒服，他就不会给你好的东西，你要的东西。了解。对，我记得老师曾经有讲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因为我目前其实也在挑战这个制作自己的歌曲制作人的角色那老师之前有讲说，如果今天呢编曲没有办法编出你想要的作品，有时候不是编曲者的问题，是制作人的问题，沟通的问题。我就觉得哇，对以前都是好像我们都比较觉得说，如果今天编曲者没办法编出来，是他的问题。但有时候好像面对不同的编曲者，是不是也要给予不同的互动的方式呢？就比如说，假设我讲编曲好了，因为编曲是第一个要面对到的音乐制作的工作人员，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人的一个环节。这样，因为你词曲都有了嘛，你才会进入制作嘛。对，那接下来你第一个面对的一定就是编曲嘛。好，那编曲呢，通常他们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就是一定很音乐，因为通常要有音乐底子，他们才会成为步入这个编曲一行。所以他的每天在想的东西都是怎么样把音乐做到极屌。那他就忽略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相对的这不是他的问题，这个是他的思维就是这样子。他的工作导致他，或者是他的个性，他就是喜欢去研究机器、研究音乐这样子。那所以制作人要第一个面对就是突破编曲的这个就是等于说跟他的沟通上面就必须要有技巧。就怎么样让他是配合业主要的东西，但是又不跟他的这个所谓的专业冲突到。然后去达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结果。那目前我们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要来分析一下目前主流所谓的台语音乐唱片公司我们要来一一的剖析一下他们各自的风格以及老师对他们的观察。好，那可能就是像是目前想到的像豪记唱片，
就是这个算是比较传统派的嘿，唱片公司哈。那以及老师有参与制作的华特音乐，好，那老师怎么样看华特音乐最近的走向？音乐制作的走向？我觉得因为华特老板我很熟嘛，哈，其实他是一个有音乐理想的老板，但是碍于现实条件，现实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去有一部分的妥协。但是事实上，他不是一个那么商业的老板，他其实是想要做音乐的。因为他其实曾经也跟我讲过，就是如果他有不错的音乐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歌手，就是比较音乐性的歌手，他也想要试试看这样子。所以从这当中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他是一个一半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专辑里面有一半会签一些比较安全的传统派的安全牌，然后另一半会去试试看，会去尝试挑战看看，所以它是属于一半一半。对。那豪记呢？就我所知，就是说，他就完全的就是现在要什么就是给什么，是走时下的传统的路线。然后他也不能脱离，为什么？因为他脱离了，他也不会做。对，他就是很擅长在，但是那一块他没有人可以超越。因为那一块真的是他们就是全部的经验、全部的资源全部集中在那一种音乐形态里面，包括签的歌手。阿公阿妈爱死他们了，就怎么样都逃不了。就是对那个领域就是非常的拿手，所以他们就把那件事情做好。这样我觉得是很 OK 的哦，因为他们就是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定位弱项在哪里，他就在那个部分去好好的把它做到精，做到底。是这样子，没错，能够做出一个商业的，算是帝国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屌的事情，这样子是，对啊。然后再除了这个豪记华特大的唱片公司，像是这个目前叫做时代创意，也就是以前的百事，那老师怎么样看这间公司呢？时代创意它的情况又稍微有点不一样，是因为说他的歌手里面几乎都是选秀出来的，是明日之星。对，然后他最早呢，他们其实他们其实最早都是就是应该说他们一开始是没有唱片公司的，因为他们最早是做节目的嘛，就等于电视台民视嘛，对，那个系统嘛。那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就是等于是他们很多歌手来他们的节目比赛嘛，那最后这些歌手哪里去？对不对？那要么就是别的唱片公司去吸收嘛。那他们后来想一想，可能觉得说那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情这样。但他们其实最早是都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的。所以其实是蛮厉害的。他们等于是无中生有。对。那我觉得这家公司目前的音乐是最勇敢的。是。就是以现在目前主流来看呢，是最勇敢，因为他们是很勇于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对。这样。那刚好签的歌手都是因为选秀嘛，都是年轻的，所以他们也可以接受这些新东西，也可以唱得了，所以这个是刚刚好。比如说，如果今天他签的都是一些比较资深的，那可能他们也不能这么做，因为会怪，有自己的人设在固定的东西。那选秀出来的歌手，他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你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也刚好他的价值观他没有被锁死。他没有接受这个传统的这个过程上来嘛，他是完全全新的，就这几年的公司这样子。那所以他们能够比较勇敢的去做一些他们想尝试的东西，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来。而且包含他们其实也有在做企划哦，他们最近的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收歌的清单，是比较偏向国语歌曲，可能我要怎么样子的类型。好像早期的台语歌曲比较多是可能我有什么歌，然后我挑个几首把它收在一张专辑。这个部分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固定都会收到他的收歌清单嘛，就会发现说我接触的所有的台语唱片公司虽然现在也所剩无几，但是就那几家这样子。我觉得他是唯一最用心在歌曲在这个歌手的收歌的这个企划上面的，就是他针对每一个歌手，他其实会去设计他的人设，还有每一首歌的定位。对。好，你说人设也是，因为一般你看现在就算国语公司，它顶多就是人设，就是我要把这个人塑造成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没了。
很多都这样子。但是它是每一首歌的定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甚至它连它里面要有什么样的文字哦，要有什么样的歌词的内容在里面，它要什么样的主题，全部都标得清清楚楚的。这一看就知道非常用心，连国语都做不到，都没有这样做的。对对，很用心的一间公司。对，因为他没有包袱，所以反而他无所畏惧。这一句变今日金句，没有包袱，所以无所畏惧这样子。我被公共，但是就变成金句。好，那大的唱片公司聊完哦，那米勒士娱乐也是近年来的一家算是从国语转台语的。老师怎么样看这间公司呢？米勒士他的老板是那个方文良，就是做国语的这样子。他这就是在国语上面就已经很厉害的一个制作老师这样子，也是唱片公司老板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更凌驾于刚刚说的那个时代创意，是因为他是完全把国语的规格，甚至我觉得有时候是超越现在国语的规格，来去放在这个他要制作的这个专辑里面。是，然后你也可以知道说他的成本是花最多的，没错。他制作上面，因为他本身制作人嘛，老板就是制作人这样，他在制作上面的成本是完全就是给他开楼梯的，对吧？而且我看他们常哇弦乐什么就不管，我全部都要做到足，做到满，做到爽这样子，所以非常了不起。是，还有一些时空穿越的题材，对，也都给他玩，不容易啦。因为台语市场现在没那么好嘛，但他还把它做到像以前这样子这么辉煌的时期的那个规格，那有几人呢？没几人，真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补充一件事情哦，其实网络上有很多人针对黄菲菲姐从这个米勒士再回到华特音乐有不同的见解。好，那当然有的人对于这个曲风回归于保守会有一些担忧，有的人觉得说回到一个比较市场性的怀抱，对于菲姐的前途也是更好。那这部分老师怎么样看？以这个身为黄菲制作人的角色，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看公司还有歌手要什么东西。那因为他的听众会习惯的东西都是他以前堆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个歌嘛。那后来他的歌真的是把质感做到非常超高水准的，就是等于是说之前其实有帮他把人设做到很高的规格，但是很奇怪是市场可能没那么能够去呼应到这一块。那这问题是音乐吗？不是。其实有时候做音乐很为难呐，就是这个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跟他的以前吸收到的听众的听觉习惯有关。人家听对的，怎么可能是听国语歌？对吧？一定是那个味道嘛，那个气味嘛。所以他的听众都聚集都在那里。那你现在要把它转型到新的一个状态。对，他的人的规格上去的，这质感上去的，但是他以前的听众可能就听不懂，跟不上那个，跟不上，他们跟不上，所以是听众跟不上。对，那就会形成一个代沟，是，他就会变成是要必须要透过戏来新的粉丝，他才能够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歌手不一定是，我觉得不一定是谁啊，就歌手如果他要的是市场，那就必须妥协。是，如果他觉得他要做此生了无遗憾做自己的事情，是，那就不要妥协。对，因为反正再怎么样都不会饿死，对不对？对，除非你有欲望嘛，你想要更红，你想要怎么样，你想要维持，你不想要失去什么东西，那你就会走回头路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单纯就是凭个人的那个，你知道，就是那唱片公司的立场很简单，他就是要赚钱，不然他干嘛开唱片公司？因为他们有压力嘛，要养人，要干嘛？所以他一定是往商业去发展的。对，除非是做音乐的唱片公司老板，那就不一定。制作人当老板这样，对，那就不一定，那可能他就会很挣扎。商业跟自我的价值在判断。对。是好，那我们以上就是这个林聪英老师的专访，非常感谢今天林聪英老师的参与，谢谢。好，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一次这个一起聊斜杠，到底是谁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我们下次见喽，拜拜。